来关心金华城案，即马风波继续在扩大。检方嘛查出讲，真正的过程哪亲像有涉嫌污洗。检方针对违禁集团沈庆京，也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等人申请羁押。台北地方法院伫昨9点开羁押庭，尾下呢，沈庆京、应晓薇，也有应晓薇的助理吴顺明3个人拢互收押禁见。侦办金华城杨这类案件，检廉28兵分48路，搜查违禁集团台北市议会顶所在，并且约谈沈庆京、应晓薇、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、应晓薇办公室执行长王尊侃、助理吴顺民、陈家敏等6位被告，加12位证人，拢送北检复审。事后，陈玉坤一千200万交保，王尊侃500万交保，陈家敏200万交保，证人请回。检方并且对应晓薇、吴顺民、沈庆京等人向法院申请羁押。台北地方法院伫咧29案开庭，裁定应晓薇、吴顺民加沈庆京3个人羁押禁见。金华城风波阁扩大，郭文铁也阁逼讲，不接受过沈庆京的交代去投资温恒唱歌。财团老板就是一个市民嘛，所以遇到这还是有，从来不会去否认。按说有去唱歌，有他请过我一次啊，但是选后。他当我说啊，这选不掉哈，感觉爱味道些。对金华城案的态度，郭文铁强调，过程拢清清白白，真正的案件公开透明。沈庆京也发声明讲，将来无甲官员妥协或者是送红包，也讲好欺负甲官欺负，拢有官员向伊讨钱，伊随拒绝，则互金华城申请用职一直被保护。郝龙斌也发声明回叫，要求爱指出人、事、时间、地点，向检调检举，唔通转移焦点。我们都会持续关注这个案子的后续，一切一定依法来办理。所以事实到哪，我们就会处理到哪。若是涉及到行贿等不法的行为，台北市政府是不是要求金华城停工？蒋万安表示，已经请政风处主动调查清楚，台北市政府也全力配合检调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